呢條係2007年嘅第44條啦。咁佢就話有關生態電池嘅陳述啦，邊一項呢係正確嘅？咁首先喺第一度啦，咁第一佢就話氧化錳呢係陽極嘅，咁但係呢，呢一個氧化錳其實呢，佢就係一個催化劑嚟嘅，佢並唔係陽極嚟嘅，咁所以一係錯誤啦。咁而喺二嗰度呢，而佢氯化銨呢係作為電解質嘅，咁因為呢個氯化銨呢，佢係會令到呢一個嘅砷離子咧，佢能夠係反應到嘅，咁所以二係正確啦。咁而三呢，佢話砷作為負極啦，咁因為砷呢會釋出電子呢，形成砷離子啦，咁所以咧佢個砷係作為呢個負極嘅，咁所以三都係正確。咁所以呢，答案就係二同三，答案係 C 嘅。